大家好，我係貓哥啦。今集咧就同大家去開部 Jaguar 嘅 CX-75啦。咁點解我會開？因為007咯。咁其實之前已經出過部藍色嘅寶石藍色，以及而家出咗個橙色版本啦。咁不如我哋就攞部藍色同大家一齊去做開箱啦。咁喺整體嘅細節以及造型方面咧，去睇下整體嘅方面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啊。2010年巴黎車展就亮相咗呢一部 CX-75 富加 T 嘅，咁成架車採用咗大量嘅碳纖啦、主動式嘅空氣動力學設計啦、自動開合嘅進氣系統等等嘅，令呢部車穩如泰山啦。而喺內籠嘅部分咧，亦都仿如呢個科幻感十足嘅太空艙一樣啦。咁最初其實呢部車咧製造嘅時候咧，又展開追逐戰啦。咁 CX-75 嘅影響咧，亦都延續咗其後 F-Type 同埋 I-Pace 嘅設計啦。呢部車亦都係一部令大家對 Jaguar 嚟到一個重新嘅體驗啦。佢唔止係一部超跑，仲係藝術、科技、電影傳奇中嘅一部交響曲啦，永遠係車迷嘅心目中入面啦。大致係咁啦，我哋去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好啦，大家睇到呢一部車啦，咁果然咁耐冇出超跑，一出嚟就令人有驚喜啦。咁呢部車亦都係源自翻多款車嘅設計啦。咁啊，車頭燈咧都好似獵豹嘅樣啦。咁車身嘅身形非常之優美啦，骨感線條相當立體。咁啊，同品牌嘅美學一致啦。咁整體喺性能方面亦都係強悍嘅。咁啊，大家會見到啦。咁其實Mini GT 啱啱亦都出咗007嘅版本啦。咁呢一部車我就冇開嘅，但我有儲嘅。咁所以我當然開部呢部寶石藍啦。咁整體嘅效果咧，睇到金屬嘅粒子方面咧就粗咗少少啦。咁但係呢個咧亦都係因應翻廠方，我自己咁睇啦。呢一個粗度咧依然都係可接受範圍入面嚟嘅。咁啊，橙色嗰部咧就會再細粒啲，我感覺上啦。咁啊，唔知大家睇落嘅感覺係點啦？咁啊，如果細翻啲，成件事咧就更加接近真車啦。好啦，大家已經睇到呢部車，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啦。第一點當然就係車頭嘅進氣網部分，可以話係家族嘅面孔啦。咁獵豹個頭非常之有侵略性，得嚟又非常之典雅嘅。咁呢一個進氣網位置呢，我自己咁睇啊，係我暫時見過 Mini GT 喺做最立體嘅效果之一嚟嘅。咁呢一個呢係叫做主動式嘅效果啦。關閉嘅時候可以提升風阻，打開嘅時候亦都睇到提高性能等等嘅。咁 Mini GT 喺呢一個位置，除咗做得靚之外，兩邊嘅進氣嘅蜂巢型設計咧，依然又俾得非常之足夠俾你啦。咁另外一點啦，可以睇到咧，碳纖維嘅結構方面咧，亦都做得相當豐富嘅。呢一個進氣口咧，唔好睇少啊，係將氣流帶去車鈴，同埋另外增加下壓力嘅部分嚟嘅。咁嚟到另外一點最特別㗎啦，當然唔少得就係呢一個我哋叫做獵豹型嘅一個頭燈啦。咁呢一個咧，可以話係一眼就望到同而家現時與別不同嘅效果嚟嘅。咁呢一啲咧，亦都係相當之做得非常靚嘅，睇到燈膽嘅結構嚟嘅。咁整體咧，我自己咁睇啦，成個感覺非常之圓潤，同 Jaguar 嘅品牌咧係唔會話有種背道而馳嘅感覺啦。我自己比較欣賞嘅部分咧，就係喺前沙板，我哋叫一體成型嘅前半部分嘅位置啦。咁呢一啲位置咧，個粒位咧呢度做得非常之靚嘅。咁呢個係有別於過往 Mini GT 喺啲工藝方面嘅一啲突破位啦，可以見到佢咧呢一啲位置做得非常之靚仔、工整有力嘅。咁另外啦，車鈴部分啦，大家會話喂，點解佢今次隻車鈴好似大隻咗啦？睇翻官方資料啦，今次車鈴咧都係用上20寸嘅，睇落好大，但係值得留意嘅嘢就係車胎嘅胎紋咧，依然都係有顧及到啦，同埋呢個旋風式嘅車鈴設計咧，中間嘅接炮嘅效果咧睇得非常之清楚嘅，我自己就覺得好滿意呢一個設計啦。咁大致係咁啦，我哋睇下車側嘅部分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咁整體車側嘅輪廓咧較為修長啦，車頂嘅部分係伸延嘅，去到車尾進行一體式嘅設計，有啲水滴型嘅設計做得相當之唔錯啦。咁流線型嘅成個質感，你會覺得有一種感覺咧，英國人做車咧硬係要帶有一種
elegant 嘅感覺。咁呢啲咧真係意大利跑車係嗰種激情同埋情懷咧係俾唔到你嘅嘢嚟嘅。嗱，咁今次 Mini GT 咧喺一啲細節嘅位置咧可以話做得相當之好嘅。第一點就係呢一個我哋叫進氣嘅位置啦。咁車門帶動到後面呢一個係有獨立分件之外，碳纖維嘅質感咧做得相當之唔錯，以及咧佢係獨立分件嚟嘅。咁但係咧可以透過反光嘅位置可以睇到佢喺黑線嘅部分咧，我自己就非常之滿意啦。唔知大家係點睇啦？咁另外啦，喺後面最重要嘅進氣部分啦，咁今次咧係創一個好獨立嘅設計，就係呢一個我哋叫做進氣網嘅部分啦。呢一個位置咧只此一家嘅，呢一啲位置非常之特別啦。咁另外啦，整體嘅線條方面啦，由車頭一路帶動到車尾加一條律動線條啦。咁呢一種係我叫佢係睇落好似好簡單，但係實際係可以將多餘嘅亂流帶走，以及有實際嘅下壓力，點樣將啲氣流咧傳入去中間呢一個進氣網嘅部分。其實佢有兩邊嘅，一邊咧係帶走亂流，一邊咧係再進行散熱啦。咁呢一啲位置咧可以睇到 Jaguar 咧係同本身嘅可能你話馬莎佢設計方面咧真係有一種英倫嘅紳士風格啦。車尾嘅部分啦，咁當然最特別咧就係成份尾擾流嘅效果咧就好似一隻獵豹一樣啦，飛上大量嘅利曼賽車科技以及航空級別嘅尾翼啦。咁呢一個尾翼咧喺一定速度下咧就會升起啦。而且車尾嘅部分咧亦都係參考咗戰鬥機嘅尾翼啦，可以話係尾內感十足嘅，亦都只此一家啦。咁當呢一隻尾翼咧升起嘅時候咧，亦都會提供超過200公斤嘅下壓力喺時速322入面啦。咁今次 Mini GT 咧喺整體嘅稜角部分咧，我自己就滿意嘅，因為咧兩邊嘅效果突出嘅部分咧，剛剛好，唔會話太過突兀啦。而中間嘅蜂巢型嘅散熱網咧，依然有俾到你啦。仲有一樣嘢就喺做工方面咧，最特別嘅就係呢盞尾燈啦，非常之有銳利感啊！令我哋咧可以睇到呢一架咁特別嘅超跑款式啦。咁不得不提咧，呢一隻藍色咧，最後喺金屬粒子嘅發色方面咧，亦都做得相當唔錯，令人滿意啦。咁嘅結構部分啦，咁其實成個內籠結構咧都好似戰鬥機嘅效果啦。駕駛艙帶有一種如未來嘅主意啦。咁我自己咧同對比007嗰個版本咧，我睇翻資料啦，裏邊所謂嘅個拆晒，但係取而代之當然就係拍攝用嘅腳架各樣嘢啦。咁當然我哋攞翻正常嘅版本啦。呢一隻配色方面咧就用上一隻奶白色嘅效果啦。咁配合英倫而低調奢華嘅效果啦。碳纖嘅元素咧，大家可以見到除咗好靚嘅尾冚，即係我哋叫引擎蓋之外咧，中控台部分亦都有用到嘅。相當之唔錯啦。咁中控台嘅部分咧，亦都有用到一個7寸嘅螢幕啦。呢架車令我非常之深刻啦。咁大家如果有睇007嘅，不妨話我知你覺得邊一套最好睇啦。大致係咁啦。我哋去講下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好啦，嚟到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嚟到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呢部車我會俾佢8.5分嘅。咁整體呢一部車嘅質素可以話相當高啦，亦都可以睇到呢一部車 Jaguar 對於超跑嘅嗰一種典雅嘅感覺係點樣去演繹啦。同時呢一部車亦都真係好少見啦。唔知真車嘅車主會唔會得閒揸出嚟，亦都唔知香港有冇人有呢？我暫時就未見過啦。如果你哋有嘅，歡迎留言話我知。大致係咁啦，我哋去做總結啦。唔知大家睇完呢部片呢，覺得部車做成點啦？歡迎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啦。007呢一款嘅車呢，我好期待。其後 Mini GT 都會出 DB 系列啦。到時放埋一齊呢，成個感覺就會唔同晒啦。少少自己呢個 channel 嘅少少公告啦。真係兩句說話啦，做低一集得一集啦。我唔知未來係點啊。係啦，講完啦。
咁啊，係咯，大致係咁啦。咁嚟緊會開啲咩呢？未知道嘅。咁如果有都同大家做一個開箱啦。咁記得喺影片度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啦。咁最後歡迎你訂閱我個頻道啦。咁啊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咧都會發布唔同嘅嘢嘅。咁啊大致係咁啦。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